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开始今早起下礼拜。今仔日有看到愈来愈侪兄弟姊妹转来踮伫拜堂中间要三甲敬拜。总是大家人嘛开始，这是新的体验吼。因为一部分的人踮伫大礼拜堂内面，一部分的人踮伫对。即马拢爱对即台，有足侪人踮伫即台的，毋知虾米所在。所以透过无共款的方式，咱咧学习敬拜，嘛用无论踮伫大礼拜堂内面，也是踮伫咱家己的家，咱拢咧学习一款新的礼拜的体验。所以礼拜开始进前要提醒嘛，甲过去无共款。过去拢爱讲，迄个手机爱关起来，即马颠倒是现在讲，逐个人手机爱摕出来，赶紧准备爱分享咱的连结。踮伫咱兄弟姊妹，也是踮伫咱的群组中间，所以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咱要备办开始今早起的礼拜，也请咱会当分享咱的连结，踮伫咱的群组，也是踮伫咱逐人的家，会记你踮伫咱的影片中间，即会当照咱的步骤分享到伫咱 Facebook 也是 Line 的群组，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分享讲，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准备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。咱会当做伙，无论踮伫虾米款的所在，要同齐来敬拜上帝。好，所以礼拜开始进前，请咱备办心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因为你的保守，互阮逐人虽然踮伫疫情的中间，阮悠然领受你所赏赐的平安。互阮踮伫每一日，阮会当哪来哪仰望整个台湾，哪来哪得到开放。愿主上帝，你的听也丰丰富富临在踮伫阮逐人。今早起，阮搁一摆准备要来调戏你。无论阮踮伫礼拜堂中间，也是踮伫阮逐人的家。愿主你的听充满阮，愿主你的圣神也亲自感动阮的心。互阮对你遐，阮知，阮会当照着上帝你的话语，继续行头前的路站。愿主你的神祝福阮，陪伴阮逐人的心，要来调见你，要来学到你。同齐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好，请咱陪伴心，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。
我的心静静，全无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接盘。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上帝啊，阮伫你的店内笑念你的慈爱。请大家起立，做伙来吟圣诗第18首《我心而乐上帝》。使徒圣经来个白咱的信用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边。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广东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大家掀开圣诗的后壁，启应文第6篇，启应文第6篇，诗篇第16篇。我来客各位兄弟来吟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。一声去对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
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，你的指示我人生的道路。伫你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同齐来祈祷。疼痛的主，你捌教导阮讲，恁爱互人，就要互恁，并且用十足连带倒伫恁的怀抱，因为恁用啥物互人，上帝嘛要用啥物去旧根量互恁。主，求你互阮看见你的丰盛，理解着讲，阮就是你祝福的器皿。因为拢是靠着你，阮才有法度，这资源，佮阮这能力，因为是你该赐予阮才会当家分享出去。求你坚定阮的信心，相信你的慈爱信实，专心倚靠你。阮无浪费时间，伫无做就阮的代志甲人的身上。所以，我们用感恩的心，多谢你拣选阮。互阮有满满感受到这稳定甲福气，阮要甲这个稳定甲福气，甲阮所听的人分享。阮无明捌的人，阮嘛要用主的听来听因，互阮的生活充满智慧。安尼，阮较袂因为生活的艰苦无用，互阮家己气力拢失去。阮知影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是要甲阮补充这能力，阁有疼的气力。虽然有当时啊，阮会为着即摆的状况感觉无欢喜、不满、委屈，阮嘛感觉有的人真固执，做侪代志阮无法度阁进行落去。但是主，你的稳定是遐尼高，求你更新阮的心意，互阮会当阁愈努力。愈进步，好好管理你赐予阮的逐项福气。主，我嘛要为着即个世间，阁有真侪受苦的人，阿富汗的人民，我嘛为因来祈祷。虽然阮是伫一个安平、真妥当的生活，但是我嘛知影，因生活伫即个惊吓、受苦的战争内底，因嘛真期待不公义的日子赶紧过去。求主怜悯看顾。伫这个战争内底的儿童甲妇女，伸出温暖大官人的手，拯救因。伫这个瘟疫世界团的时代，阮真正是幸福的台湾人。阮会当伫礼拜堂，还是伫厝里，同心敬拜、吟诗。阮毋惊外口有人弄阮的门，甲阮的囡仔掠走。主，阮嘛是非常的感谢。献上深深的对主讲，多谢主，伫即个时阵，阮阁有疫苗，阮阁有医疗体系，会当互阮的生活无遐尼歹过。阮的内心有讲袂出的感谢，求主保守即块土地嘛，求主保守全世界即个疫情，互阮会当伫混乱的时阵，阮的心会当静静。听候你，因为主，阮知影你互阮的要加倍，搁较济。感谢主，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所求，阿免。
在伫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，有一个妇人人是先知的学生的某，叫伊丽莎讲：你的奴仆，我的丈夫已经死。你的奴仆平素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的，当祭主来要娶我2个囝做奴仆。伊丽莎问伊讲：我通甲你做啥物？你甲我讲，你厝内有啥物？伊讲：你的女婢厝内剩1罐油，以外拢无。伊丽莎讲：你去啊！伫外面对你遐个厝边照器具，就是空的器具，毋通照，就入厝，关门，你甲你的囝踮内面，添油伫所有的器具，添满的着另外的下。妇人人离开伊去，关门，伊甲伊的囝踮内面，囝带器具来互因，因就添油。迄个器具拢满，伊甲伊的囝讲，搁摕器具来互我。囝讲，无搁有器具啊啦，油就止。妇人人去甲上帝奴仆讲，伊讲，你去买油来行祭，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度我。今仔日的信息是：我通为你做啥物？我通为你做啥物？姊妹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今早起会当伫遮甲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，也感谢主。虽然面对即个疫情，咱犹原会当伫线顶，来伫面前做伙来敬拜主祭。伫顶礼拜的讲道中，老牧师毋通来分享上帝对所罗门所赏赐的。伊问所罗门讲：你爱我赏赐你甚物？通对我求？所罗门就应讲：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，通判断你的变性，来分别好甲歹。然后伫礼拜3的时阵，伫北克的圣经学堂咧分组讨论的时，牧师佫带来一项，互咱会当真深来思考的问题。就是咱如果咱是所罗门，咱会向上帝来求甚物？当我咧思考即个问题的时阵，互我想起着，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开始咧学习要安怎祈祷。我毋知影要安怎祈祷，也毋知影要向上帝来求甚物，所以我就学即个所罗门，我向上帝来求。甲伊有共款的智慧，但当我慢慢大汉，去经验着愈来愈多的代志，我发现着，我向上帝所求的物件也愈来愈多。但是这敢是我真正有需要，还是讲这敢会当真正来满足着我的心？要求甚物，才会当互咱得到真正的需要，这真重要。另外一方面，咱爱向上来求，也同款重要。伫咱人的生活过程，有真侪代志是咱无伫计划内面的。当咱去面对着一个真大的困难，还是挑战的时阵，你第一个会去追求谁会斗相共？有可能咱会去想讲要找朋友来甲你帮忙，也有可能你会敲电话去联络真有背景的人来甲你斗相共，也有可能咱会靠家己的能力来处理咱所面对着的问题。但咱会看今早起的经节，伫这个故事内面，这个妇人人，
伊共款面对着一个真大的困难。伊是先伫学生的某，但是伊的翁已经过世，这表示讲伊厝内失去一个真大的经济来源。除了安尼，因兜佫欠人钱，直到讨小的人来到因厝内，要将因两个后生抓去做奴仆来行孝。即款的重担，对即个富人人来讲，是伊无法度去承担的，是伊担袂起的。即款的处境内面，互人看见着是绝望。但是伫走投无路的时阵，伊找着先知以利沙5年来求，伊希望讲以利沙会当互伊帮助，因为伊知影，即个以利沙伊是先知，即个以利沙是上帝的奴仆，伊相信透过以利沙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。伊来问以利沙表明伊所拄着的困难，即时以利沙听了伊的困难，就问伊讲：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你甲我讲，你厝内有啥物？我通为你做啥物？即句话伫圣经内底捌出现2摆，一届是伫今早起的经节，另外一届是出现伫路加福音18章41节。伫福音书内面，即句话是耶稣对一个看袂见的人来所讲的。耶稣问伊讲：我通为你做啥物？看袂见的迄个人就讲：主啊，我要爱看见。伊知影伊上需要的是啥物？是看见，毋是钱，毋是钱，也毋是啥物有厝、有车，拢毋是。伊需要看见。我想，咱要求啥物，甲毋想来求，这2项是一体两面，欠一项拢袂使。有一届，伫我咧看美国的电影的时阵，影片，我伫即个影片内底去了解到一项物件，毋知人敢知，敢有听过，叫做蓖麻毒素的毒。电影内面的即个杀手呢，伊就是透过即个毒来去暗杀别人。啊，即个毒为什物真特别？因为呢，伊会互中毒的人伫6点钟内面出现发烧、酷嗽、呼吸困难、腹肚痛，有一点仔像阮即摆所惊吓的即个武汉肺炎。即个中毒的情形出现的时阵，最后会因为欠水、脱水、器官衰竭，然后呢死去。但因为即个中毒的状况呢，甲真侪破病的情形真实，所以互别人真歹去发现着讲，我是中毒。纵使即个毒是有解药，但是因为真歹去发现，所以中毒的人也真歹得救。即个富人人伊所拄着的即个困难，就亲像中毒的人共款，伊唯一的解药就是透过上帝来甲伊斗相共。伊如果无了解到家己的正头，只有上帝当救伊，伊就无法得救。所以省察家己，明白家己，了解家己真正的迄项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因为安尼咱才会知影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真正需要的帮助是啥物，以及要对倒位来。以利沙问即个富人人，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你厝内有啥物？即个富人人伊讲，我厝内除了一罐油，啥物拢无，就干那一罐油。以利沙讲，你去你的厝边借空的器具，毋通借，转去到厝里，将门关起来。你甲你的囝要伫内面倒油，倒满所有的器具，倒满放一边。怎样以利沙面对即个富人人，伊来甲伊求伊斗相共，佮是即个以利沙的回应，是叫伊去借器具，而且莫借，然后甲伊倒位。以利沙哪会无爱直接对伊的口袋内底
摕伊需要的钱互伊，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。怎样爱经过这个复杂的过程？但是富人人伊嘛无问讲1、2、3，为怎样爱去借这个器具啊？我着一罐油尔，伊哪会无去想这个？虽然伫咱看起来这是真无科学，但哪会咱看到？这个富人人伊无枵，伊听见1、2、3对伊的吩咐，伊着去做。对富人人借器具的这个行为内面，会当看见着2项事。第一项事是，这个富人人伊做人是成功的，因为虽然伊欠人钱，但是人还是愿意来甲伊斗相共，借伊器具。第二项是，伊对上帝是有信心的，因为这真侪的器具来增油。伫最后，这有既然罪假会当还伊所欠的，而且佮教伊来活以后的生活。上帝予这个富人人的努力，成做一个成业。上帝无因为这个富人人有困难，就直接帮赞伊。上帝透过伊家己的努力，上帝透过这个富人人伊家己的努力，来予伊经验到上帝的心意。咱如果用我来伊求伊就会马上实现咱所求。安尼，毋是甲伊当作是一个神灯精灵共款吗？我相信咱对这个生业的发生甲生业本身有真大的好奇。到底怎样有生业？到底生业是安怎发现的？也真希望讲，这个会当发生伫这个时代，这个咱家己身上。当爱看见到这个生业发生，一定需要信心。但是，咱拢知影这个道理的时阵，我要问：这个信心，这个信心到底是啥？有一届，伫这个社青聚会，也就是东门教会的社青聚会，伫咧讨论一个问题，叫做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有足侪讲法的，有对圣经来讲的啊，有对人的感受来讲，等等，有足侪经验。但是我真印象真深，无需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信心，这是一种说明，一种比喻啦。就是讲，无需讲，信心就亲像一个故事共款，伊亲像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有开始，嘛有结束，伊是有起承转合的，所以伊毋是马上发生，伊是有一个缘由的，无错。咱透过这段信心的这个故事甲功课，伫每一届的选择中间，咱每一届的反省中间，拢继续坚持来选择，相信上帝为咱有安排。无因为拄着困难就失落，嘛无因为软弱就放弃军队。伫最后，咱就会发现，其实满足咱的，毋是生业伊的本身啊，满足咱是经验着上帝甲咱伫。有一部电影，毋知咱有看无，叫做国语叫做《冒牌天神》。嘛有翻译讲叫做《王牌天神》，这是伫2003年所拍一个美国的电影，内底所主演的是真有名的金凯瑞，伊是主角。伫这故事内面有一个，我用简单的方法来讲，伫这故事内面，因为伊的生活过了真无顺利，拄着困难，所以伊就开始咧埋怨上帝，讲上帝安那拄安那，我若是上帝啊，我若是上帝。但是上帝既然听见伊的埋怨，然后去找伊，并且将伊上帝将伊上帝这个身份，予伊共款有上帝的能力。但是呢，伊嘛共款来处理这世间上所有的人拄着的问题甲祈祷。
一开始伊发现到伊家己有上帝能力的时阵伊非常欢喜。但也是因为伊是上帝伊会听见到这世界所有人的祈祷。这个祈祷的声音，互伊感觉真烦，因为无听过，所以伊就规气用这个上帝互伊的这个上帝能力，互全世界的人对打到以后所有的祈祷拢正，听起来感觉袂歹。伫这故事最后有一幕，互我印象真深，就是所有祈祷讲会当着这个乐透彩头奖的人拢中。但所有的人拢摕到17块尔。电影用一个真趣味的方式，互看伊的人、看电影的人去想讲，其实人甲上帝真正有足大的差别，也互咱去思考讲，满足人的需要，敢一定会当互人的生命得到提升。所以。伊23咧吩咐妇人人转去到厝里，将门关起来时阵，我想，这是因为这个经验是属于这位妇人人的，因为同款的生涯，却无一定带有同款的人，所有的人同款的体验。伫无同款的体验内面，对这个妇人人来讲，这个生涯带来一个稳定。互伊感受到上帝甲伊同在，拯救伊。但对别人来讲呢，可能是体验到一个哇倒袂了的药会当大趁钱，是充满利益甲需要，为着要满足家己。毋知影当咱去听到讲，有人对咱讲，我通为你做啥物的时阵，咱会想。啥物？那如果讲别人是你对别人讲，那换做是你对别人讲，我通为你做啥物？这是咱所挖靠的，到底是啥？是你本身，还是上帝的带领？咱拢知影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门。拢是关起来，除非有先敲电话来通知，无门拢是关起来。但是伫顶礼拜拜二的时阵，我甲教会干事以及牧师伫办公室内底咧无闲，到尾我5点的时阵，5点就是阮离开办公室去食饭的时阵，伫迄个时阵有人敲电话入来，伊讲。有一个人，毋是伊，有一个人，伊要入来。啊，干事就问伊讲，啊是啥？啊，讲话迄个人就讲是边仔有一个人伊嘛无熟识，啊，甲伊接电话，讲要入来。啊，干事就互伊入来。干事看到伊入来了，就关心，问伊讲，有啥物通为你做安尼？这个人就开始嘀嘀嘟嘟会讲，因为伊拄着困难。需要帮忙安尼，啊需要啥物帮忙？伊需要借教会大一人，因为伊伫心楼挂号挂迄个精神科，明仔载才会当看病。但阮听着这会解说的时候，感觉真奇怪。为什么伊今仔日挂号，啊明仔载才会当去看医生？但是干事嘛无甲伊讲伊，阮的想法就讲甲伊讲，阮教会无法度提供即种帮忙，但是伊无放弃，伊继续不断的讲，伊无离开，伊继续不断的讲，我需要帮忙啊，甲我斗相共安尼，甲我斗相共，不断的讲，所以干事就想讲，无甲伊帮伊敲电话去联络，有啥物单位会当帮忙着伊，一开始敲1999，嘛有敲警察局等等的服务单位。但是呢，到最后，阮找袂到任何会当帮助伊的单位。有可能是阮无找到，嘛有可能是伊本身的条件无符合，我毋知影。但差不多讲来讲去，已经到一个时间，是干事拢爱下班的时间啊。我想讲，无拄好，我来讲好，因为我住伫楼顶，较闲啊。
我就想讲啊，无我甲伊讲，人互干事拢等伊休。这个时阵，牧师就对伊办公室出来，这个人看见牧师突然间感觉牧师安尼有可能牧师当家斗相共，阮无法度，但是牧师会当，伊就去找牧师，甲牧师讲共款的内容、共款的问题、共款的需要。然后牧师嘛当然嘛是甲伊讲，无提供即种帮助，因为这会做麻烦。到尾这个人，伊听了真正大家拢无法度互伊带一项了，伊就甲牧师讲，安尼牧师，甲伊当互我1000箍呢？甲伊当借我1000箍，互我去找所在住。我想教会是无当提供即种款的即种帮忙，不管是大还是1000箍，这是啥物原因？第一如果以后如果讲今仔日帮助这个人，明仔载是毋是爱帮助愈来愈侪？这是一个思考。第二项是讲，今仔牧师若摕1000箍出来，是毋是以后牧师拢爱继续摕这1000箍出来？安尼牧师一定会宣布破产，一定会，亲像 ATM 共款来得有伫迄个时阵，我想讲，应该互牧师先离开，因为迄个时阵差不多要5点半，厝内牧师厝内阁有牧师娘甲恁仔等伊食饭，但是我一个人尔，较肉紧，我就讲无我甲伊讲。牧师离开后，我甲伊讲佫一段，我想要找到一个方法一个会当家斗相共，但是我袂有负担的方法，袂讲负担袂起安尼。我嘛想要互伊得到帮助伊袂感觉有负担，扛袂起。我一直咧想，我有啥物办法？最后我想，我可能无法度互伊1000箍，我嘛无法度互伊住遮呢。安尼，我就甲伊讲，我会当为你做的，只有一项事，就是带你去食一顿饭，啉一杯凉的，互你20箍坐公车到火车站，互你200箍应付明仔载三顿，就安尼尔。这是我经济顶悬、经济上会当为伊做。伊听着讲有饭会当食，伊突然间变诚做出好讲话，就无想要讲要大，无想讲1000箍拢免，有饭就好。最后我就带伊出去教会，行出去。这个代志到这结束。当我送伊出去摕饭互伊了，我转去到楼顶咧歇困的时阵，我心内一直咧想讲，奇怪，怎样我袂当满足伊的需要？我了解，现实有真侪限制，嘛有真侪爱考虑的。我也甲对家己讲你已经做真侪啊，你已经做真侪啊，但是我心内无平安。一直到我写一个讲道片的时阵，我对今早起的经验得到一个反省。如果是我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听见有人对我讲我会当为你做啥物，我有啥物反应？那如果是我看见别人有困难，我要甲伊斗相共，我对伊讲我通为你做啥物的时阵，我会有啥物反应？当有人会当甲我斗相共的时阵也真正帮助着我。但是我要问，若是恁，若是任何人，伫即个经验内面，咱对即个帮助的看法是啥物？即个帮助是对人来的，还是对上帝来的？我想，当即个富人人伊手中的迄罐油倒甲停的时阵，即个富人人的心思意念，就无搁停留伫即个油顶悬啊。伫迄个时阵，伊得到的是真正的满足，因为伊会当欣赏，佮会当过伊的生活。伊经验到的毋是搁是迄罐油倒袂了，伊经验到的是上帝伫即个过程内底所赏赐伊的一切。迄罐油就是一个帮助，伊只是帮助人去经验到上帝的一个工具。但是，却毋是上帝伊本身啊。当即个富人人来找伊丽莎的时阵，伊丽莎敢是我靠家己，
阮对经文、经节会当来看到。以利沙其实伊就出一支喙尔，伊用讲的尔。伊叫伊去借器具，莫借，转去厝里，将门关起来，将油倒出来，倒了伊放一个。伊讲遮话，然后咧，以利沙到伫边仔继续咧看伊需要啥物，家己斗相共，祈祷等等的。伫即个过程内底，以利沙并无去甲即个妇人人做伙，因为当即个油倒满的时阵，妇人人伊佫走去甲以利沙讲。已经发生这个代志，拄安那，所以以利沙无伫个身躯边。我想，当我面对着这个来教会要寻求帮助的兄弟的时阵，伫迄个时阵我挖靠的，毋是上帝，是我家己。我想讲我家己会当为伊做啥物，但是事实上，我袂当为伊做啥物，因为人总是有限制。我唯一当做的，就是带伊祈祷，然后呢，互伊本身去经验着上帝对伊的安排甲同在。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互咱看见着，人总是有欠缺软弱，也互咱看见着，家己所拥有的有啥物？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互咱明白。靠伫人所得到的，总是有限的帮助，真正会当互咱得到生命提升的，甲内面得到满足，外口得到富足，是对上帝遐来的帮助。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互咱经验着上帝为咱所安排的事，要人伫信心的故事内面去经验着上帝甲咱伫着。信仰是一个记号，但毋是信仰道路所追求的结论。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互咱一个提醒，毋通袂记你应该我靠上帝去做，毋是家己的责任。因为借着上帝来行的好事，别人要伫这中间来经验着上帝。愿上帝话当真做咱的帮助，引带咱。坚固咱的信心，互咱对软弱变刚强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伫阮的生活中有真侪讲袂出口的痛苦、困难、挑战。阮找求帮助无找着，阮找求帮助无法度完全。阮感觉真辛苦、真痛苦，但主后，阮知对你的话语、对你的感动，阮清楚了解，你甲阮伫地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，还是未来，你要带阮来经过这条信仰的道路，互咱哪行哪清醒，也互阮伫这个道路顶面无去摇曳，真正。互阮的性命得到饱足，无阁有欠缺。我献上安尼祈祷，求你来听，授予阮智慧，互咱来分辨，阮到底要求啥物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三角来吟诗。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是临在，请咱坐伫吟就好。心中啊，地主。
咱即马若是礼拜的时阵，有到现场的人，咱的奉献箱放伫入门的所在，嘛，大家会当利用用转账，也是会当看的教会迄个，咱会当用转账的方式来做各项的奉献。好，咱有几项事，咱要同齐来报告。咱也知影讲疫情一直咧变化，所以政府的规定嘛一直拢咧做调整。所以昨的公告是室内会当80个人。所以今仔日咱兄弟姊妹已经渐渐较侪兄弟姊妹转来到咱的教会中间，所以咱后礼拜我想原则上咱会当搁坐到80几个人无问题，因为咱嘛有送计划送到伫迄个。民政局遐过所以若是后礼拜有想要来到礼拜堂中间，咱有缘，咱伫大礼拜堂会当到伫80几位，踮伫伊丽莎白遐共款有40位的空间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，如果你开始想要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会当欢迎，咱会当渐渐转来。咱2场礼拜拢共款。其他周间的聚会，咱会搁做一寡讨论，原则上对9月份会慢慢开始所以咱搁一礼拜的时间，请咱搁继续忍耐。咱原则上后礼拜搁做一寡最后的讨论，原则上对9月份会开始。所以即场已经无算所以共款，因为咱由原是线上直播的部分，所以来到伫礼拜堂中间嘛，请咱会记哩，搁有足侪兄弟姊妹踮伫镜头的对面伫遐，甲咱同齐咧敬拜。好搁煞来。几项事最简单的报告。拜三咱由原有线顶的8个日圣经学堂，所以嘛邀请咱会当做伙踮伫拜三做伙来收看。目前各团体的年会，咱先暂时停止啦，先暂停调开年会。咱听候到讲，咱真正聚会会当慢慢恢复，咱才来做讨论。所以大家人先莫急，莫着急讲各团体到底要安怎选举。这较慢的才来讨论会籍的转职点伫遮啦，做一寡广告。好，搁来拜三到拜五，咱上义大学要注册所以嘛，请你若有收到通知单、注册通知单的，照迄个时间，因为咱需要做分流，所以共款就是照分流的时间来到伫教会遮来做注册的动作。后礼拜下晡1点，咱要踮伫线顶来调开8个日圣经学堂小组长的会议。所以，如果你是小组长，后礼拜主日礼拜后1点，咱要踮伫线顶来开会，请咱小组长会当做伙来参与。搁煞来一件消息是，咱本会出身的青年杜崇信传道师，伊今仔日下晡要奉牧就任果拿教会，这是迄个杜英洲牧师的后生。伊要踮伫果拿教会奉牧，所以今仔日牧师甲长老会代表咱的教会去参与。好，以上做安尼一报告，咱要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02首，恳求主你因带我脚步，请咱做伙起立。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3D的对答得到因世代无煞，阿门。